咱收看基本日复习了呢个节目，基本介资料单元，然后大家来讲哦，冷天个时间到底会容易来容心吼。一般同冷天个时间，当然是会起到讲，哎呦，冷天到咧，当就后尾很多啊，哦，然后系咩唔爽快，然后会容易，大家时常会补啊，喺到底冷天容易来容心，容易来补咧，大家来分享你基本介欣赏，其实你个好少众欣赏分享。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係侯少總。分享欣赏哈，哇，其实基本一开始六样给时节有没有同欣赏那种大嘴骨，就知道这个欣赏的气色看起来很好，肯定就是很会养生，有冇？都是有的，都是有的。都是有，因为去搞我同大家来分享，都在怎样来养生，故说自己要很会养生，而且哈，偷偷跟这个乡亲朋友讲一下，其实欣赏哈，有时候还会蛮长的时间都会去泡温泉、温泉。做泡温泉差不多3-4年了。这么久按究，一礼拜2去4-5年。你我问一下，你知道泡温泉对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基本上冬天都会舒爽啦哈。其实泡温泉，温泉的台湾的温泉温度差不多42到42度哦。那么以后研究要讲吼，在按样的温度哦，底部你身体会产生有一些保护机制，譬如说有一些热休克蛋白，可以保护身体。其实基本上泡温泉基本上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养生的方法。蛮不错的养生的方法。不过基本唔係可以來講温泉哦，意思係講，其實你看，像冬天也可以泡温泉，錯嘛哈。不過基本也同大家來分享，係到底我們要怎麼樣來冬天養生，或是用嚟食補哈。一開始同大家來問呢，就會大家會知道，好像冬天比較容易有一些疾病哎。一般來說，我們會有這種感覺，所以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冬天的好發疾病，有冇？冷天來講吼，因為以前冷天就溫度較大嘛吼，溫度較大來講，從來會有問題，就是講像你氣會有問題，氣包括那邊你呼吸道，像鼻孔啦，哦喉嚨啦，哦一氣管啦，哦，一全部係你講嘅肺系嘅嘅問題。像有的人就按樣天氣出來，打冷天嘅嘛呢，溫度變化太嘅嘛呢，佢會過敏，會打乞嗤啊，或者流鼻水啦，哦，係咪有的人會氣喘，會氣鼓一樣，還有嗰種慢性老人家有陣時多年慢吼，會較不促，哦，那全部喺冬天，就按冷天，它會問題。還有另外一種吼，就講心臟嘅問題、心血管嘅問題哦，你買人吼適合啦吼，做較辛苦吼，所以下面個講三高嘅問題真多，高血壓、高血脂啦、高血糖啦吼，全部較多啦吼。因為冬天來講，因為溫度一下來嘅嘛，因為血管容易收縮，血管容易收縮之後，不論有問題，不論高血壓沒問題，有要講，如果有可能有中風啦吼，你講心臟病啦吼，心肌梗塞啦吼，還有嗰種你血管的嗰種周邊的血管沒會有問題，像糖尿病的病人，其周邊的血管嘅問題，如果他冇循環沒有這麼好嘅嘛，如果他冇知覺的哈。另外還有一種常見的問題，如果你脾胃的問題哦，因為冬天來講哈，這種也會食清油啦、清辣啦哈，哦，基本上沒會有問題出現。如果你腸胃道的問題，還有一種問題，如果同樣冷天嘅嘛呢，你血管會收縮咩，會揪起來。你的胃血管吼，胃血管沒供氧一樣，所以冬天來講，咩胃潰瘍、胃出血，輕好發的時間。真嘅，吼，像時常按講，大家就會注意哦。其實也喺冷天有可能，唔係講熱天就唔會，唔過冷天嘅特別要注意。就時常講嘅，冷天嘅時間因為嘅溫度嘅變化輕態，有冇？比如講可能一下就變得好冷，有冇？你的血管收縮就比較快速，尤其係老人家，故作時常有講到。看起來就有講到像會變腦筋啊，有沒有中風那種嘅問題？然後吃東西也是，而且冷天大家都很好，很喜歡吃進補，黑某就火鍋，有沒有？然後就會變得較油嘅問題哈。所以，而且我自己的感覺比較強烈，就我 C 嘅時節也唔係 C 啦，就以前到冬天的時候就比較會咳嗽，好像熱天嘅時節唔會錯，唔過冷天嘅時節就會有那種嘅問題，所以這是冬天比較好發的疾病。不過一般來講，其實就中醫的觀點來說，後面大家會知道講，那講到我們的臟器啊，後面冬天要特別來，我們的那個原理是什麼？比如說我們常會聽到說，冬天就是要養腎啊，有按有個講法。有哦，一般來講吼，你事實來講吼，你春夏秋冬咪吼，你分嗰種嘅中醫講嘅五臟啦，五臟就
春天就讲拢肝有关系哦，夏天就跟心有关系，然后长夏就讲你这种长夏嘛个差不多一个立秋左右的时间哈，哦，快那种这种时间哈，脾胃还有问题，过来就是秋天之外气还有问题哦，冬天就野味还有问题，错，伊安样讲，其实中医原理安样讲哦，你讲哈春肝哈，然后夏辛。因为春天呢属木嘛，哈，木火土金水，木火土金水就有相生的概念，所以按样来讲，伊讲木火土金水，然后肝心脾肺肾对应的季节就变那样，还有其他很多对应的颜色，像你吃东西的讲没有，同样你想到有问题，就会提到讲，中医用谁用按样的方法来做按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呢。一般来讲，西医的观点就会是 yoga 嘛，哈，就是你如果不舒服，你是 yoga。可是中医为什么那么玄妙？就是因为它真的就会，就像醒常讲，颜色用颜色去对应，吃的颜色也是。然后泰嘎一般来讲都会，你看我们这边看到是春夏秋冬嘛，哈，所以它对应的不是心肝脾肺肾哦，是肝心脾肺肾。回到醒常讲，它也不是金木水火土。它是木火土金水，你看还 point 你了。你讲这种欣赏讲哎，有对应的颜色，有对应吃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你叶田就会是买东西，中医就会按用你哦，你朗田就会是买东西。他搞来看一下哈，到底像欣赏讲哎，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对应的颜色跟食物有哪些？按用你。像你讲啊，你看到你种哈，讲安这种诶，春天就木嘛，强势的东西。错。哦，像看这些东西，像那瓜啦、冬瓜啦、绿豆啦，那些水果有奇异果，强势的奇异果哈。热天来讲，其实会吃好好的吃，像凤头的啦、胡萝卜啦、菜头，凤菜头啦。这好有意思哦，真的是颜色。你看凤头老配的脸子红枣，它很多都是红色。其实你想哦。你风色，我想到心火没哦，我想到热天，我想到心，我想到你爱热就会会风色的。太棒了，这样很好配哦。其实真好记啦。热天就会清捏嘛，很热，就很像红色，很像火嘛。对。古总你就会是暗用的东西。你看我们一般你都有错误的观念，我们都发现到热天，然后火气，然后就要吃清凉的，其实不黑。反而要这样吃，要顺应时事啊。就来讲，冬天来讲哈，也叫么冷天来讲，也生水没吼，水就是辐射的东西。你看穿辐射的东西，像五条的啦、海带啦、香菇啦、黑芝麻，你看到辐射的东西，一般来讲，辐射全部入肾。像你看那杜仲啦、何首乌啦，那些中药全部辐射的东西全部入肾。还有朗田师姐也穿黑色衣服，所以这个都是穿黑色衣服。这个倒没有那么特别。师傅谁的东西？像比较好记，我们现在记忆法也比较记忆法。像那个连麦秋天，如果是梨叶啦、生姜啦、白萝卜啦、白末，像拍这些东西就比较入肺了。就连麦现在的季节大概跟这个有关系。错，姑说就像欣赏讲你在秋天的时候要顾你的肺，这个时候，所以这个除了是吃，其实黑培雅跟我们讲说，你刚才讲的那种原理，嘛该偷离嘞，就会讲你除了吃的东西，也真的就是对应季节，对应你要照顾的脏器。对，这很有意思哎。其实讲那偏吼，真的生疾病的哈，疾病的当然是要找医生没有错。你眼神最重要是讲，忙不偏给嘛呢？那先要卖去防病哦，不要去让他不偏全部比较已经后段了。其实基本上你连买健康人来讲，健康人到疾病的中间，还有一个叫你们传过有一些亚健康状态，就是还没有很健康，但是还没有疾病的状态。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从这类东西，你的生活起居去做一些改变。对，不过时常讲呀，问题啊，上先也还有青豆给先推你，做西做到清醒苦给你，佢可能还蛮普遍，就是时常讲的，还没生病。不过你问佢讲你还没清
恐天，其实给唔黑清恐天，它就是介于好像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一种状态，可能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免疫力下降，那个疾病就起来了。他身体有很多像发炎的状态，还有你有隐藏的那种潜在危机，我给偏给时间，你的免疫力下降，所以给偏就出来了。对，那就会形成功。比如说我们要养生嘛，哈，因为其实这一集同泰嘎的分享就像医生讲的，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养生。可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啊，对不对？体质不一样，要养生的方式也某用。对，然后那你都大概用来抵你的体质，什么样的体质？从中医观点来看，是什么燥热啊，或者是很虚寒的体质？这个我们就要等一下好好请医师后来分享一下。黑某你巴豆米奇感很燥热的体质，可是你吃了很该有的进补，就把它吃错了所以到底很容易改体质，很容易来血强，兄弟们先聊下，立马查等下长来讲。基本上大家分享都来让天连容易来食补前一段节目大家来讲到，其实季节啦对人嘅脏器都在容易来照顾其实公司采访一般来讲，爱清了解自己嘅体质的时候，青岛嘅西门也会讲比如他手脚冰冷一样，也会讲我爱吃到係虚寒体质，一般也会觉得尤其係西门人，希望佢最烂嘅時節就會講我覺得我燥熱，其實公司採訪這個體質你可以按用嚟斷定這麼簡單而已，是不是要先去找醫師好好來了解一下你起碼個體質？基本來講中醫講體質而呢個體質基本上分兩種啦一隻寒一隻熱嘅錯，它本來有的就寒涼平溫熱，寒熱溫涼平啦它再分它到底嘅差唔多，像中國態度就講有9種不同的體質，底部有濕皮嘅濕，有痰，有淤血有氣鬱、氣滯所以青頭種冇強樣體質。你嚟講一般嚟講，他講我咩上頭啊，面部上青春痘啦、嘴爛啦，或是有便秘啦，就講腹液太口臭啦，腹液太基本上你還講按用講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你很多現代人講你腹液太基本上係虛腹下太，唔係講濕腹所以你講可以補嘅慢點，可以最後一本身上可能你們。中醫師青島了其實大街小巷大概都有中醫師。你臨近的那個地區去拜訪一下中醫師，問一下說，跟中醫師做一下朋友，說，我到底是什麼體質幫我看一下。其實中醫界有一部分體質的量表，就是所以做各種做測驗你去填就知道說，大概虛寒還是燥熱的體質。對，形上講的真的很重要。比如講你吃到你係腹液態，比如講，那你到底是虛火？黑毛還是實火？因為都是火，你個虛火跟實火就是不一樣的，所以在吃東西也好，進補也好，這就有很大的區別。亞斌同泰嘎的分享就是形常講，我們這是比較大略的分不是分到9種6種那一種的。因為比如平和燥熱還是虛寒，其實你看清補、溫補、平補，這就有很大的區別。如果吃錯就吃錯嘍。他講你講，你體質嚟講你講佢平平嚟講，唔會寒咧，唔會熱啦當然就是找比較平和的東西來吃。所以你看熱的東西，熱的體質嚟講，佢講腹液態，就比較用清涼的藥或食物來做處理。佢虛寒的體質就要溫補，因為蠻講像燥熱體質，你要補溫要補。譬如說你燥熱，你剛才我講是白色的跟黑色的，比較白色的東西，固肺的那個，固肺的東西大概都比較清補，譬如說那百合啦，是百合啦、蓮子啦，這些都算清補的東西。但是比較燥熱的東西呢，是哪些？譬如說你從的是的羊肉啦，牛羊肉其實都是比較熱補的東西。所以黑講你去本形常看，你黑燥熱體質跟寒甜嘅時間，你就總得是嘛該羊肉爐這種東西。對，只要你是燥熱體質，你就不要吃太多的。很想吃可以嗎？吃一點點總得啦。吃一點點，嘗嘗味道，當然是
可以，但是你如果每天吃或者每周吃，其实长期以往，其实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虚寒体质大家就会吃到会温补。对所以平常摸一下，一般来讲哈，就会讲你本平常看给时间，到底我们怎么样的体质是最好的？因为照分类来说，是不是就是平和？理论上平和体质是最好的，最好的，对，就是治综合嘛。它中间的体质你可以跨过去寒的吃一点东西，跨过去热的吃一点东西，它影响都不大。假如说你是偏太热的，你通常你要去吃很冷的，你也不舒服。对，错。你跟平常有讲到啊，比如讲很甜给时间，大家就知道要进补嘛，看到羊肉炉也好嘛，也係講姜母鸭那些東西也好進補，黑我就會增減是一的補藥。可是，其实我们在这边要 TPA 同台港的分享，其实还是要注意三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冬天会进补啊，要补了身体才会好啊，结果越补越严重，就反而三高变得很严重。你有暗涌给患者吗？过去的经验？以前他懂了，以前也是东西没很注意，像以前他饮食的全部是清油，它油啦，因为它寒啦，也是多的，是痛寒，就是高血压被。问题还多，是痛油，是高血脂的问题比较多。像你们进步来讲，像比像立冬来讲吼，以前立冬来讲开始补嘛吼，立冬来开始补，你以前全部用是麻油鸡啦，或者是人参鸡啦，或者是姜母鸭啦，现在羊肉炉啦，全部吃这种比较所谓温补的东西，其实就现代人来讲，可能不是非常好。以前有适当做的，以前饮他们有色的哈，以前你是较窄嘛，没有这么丰富嘛，所以你蛮是按用的东西，以前是按用东西做的，你蛮是按用可能就讲，你这个有高血压阿病人，有高血脂的病人哦，尿酸比较高的病人，你就这个要注意。像我们经常讲，你得做食极多你们像时啊，很流行吃火锅也是火锅没用用，火锅庆头各种的肉啦哈，肉庆重，所以肉啦海鲜一点。所以给它通哦，最后抹爱有色的，抹来通了色的，其实吃到嘌呤类也比较多，尿酸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吃太多油脂进去，其实对心血管都不好。真嘅就經常講嘅，因為以前嘅人做啲按補，我亞下嘅人講乜嘅羊肉爐，其實不管喺什麼時候想吃就在吃啊，火鍋也係強用哦。故說補嘅時間還會注意身體吼。不過嗰邊有講到就會經常基本有帶來，比如講同大家來分享做啲補嘅湯，來看一下真嘅。很注意大家的三高哈，如果说基本给拿来嘅很甜嘅料理都很素哈，都比较是素一点的东西。你啊，龙大家分享就讲，其实你要做吃粉的啦，其实用迄包个百叶、个豆腐类、香菇豆腐类拿掉就可以。一般来讲，你要蛮做食的吼，你从来用诶，大家没亲底的就讲强体啦、凤爪。用强体和凤爪来煮了哈，教练们用凤爪差不多15公克哦，强体5公克哦，再用各种的百叶豆腐来用哈，就是讲你先不用水啦，不用凤爪跟强体来煮差不多15分钟诶，等个要个米头做煮出来，这样不用特别去煮一下就会用。还有其他讲较简单，讲你实在人无法度就。那个鸡肉啦哈，像鸡胸肉也可以哈，就是先把它穿烫好之后，再把它冰落去煮它久的煮肉它烂掉就做一生，同样没有一样的效果。真嘅，除了欣赏讲给这个补的这个好效果以外，还它重要给时间，黑讲你放鸡肉，其实也会有蛋白质。对不对？在里面其实按用食起来真嘅可以清孔天哈，唔但像按油你其实含油哈，要清葱油，红枣真的好重要。我知道不管太卡分享用的给汤哦，红枣都是很重要的角色。红枣基本上中药。它是补脾健脾胃的啦，它也是里面还有很多的果糖，所以也是补充能量的一个东西。相对它甜的，它也比较好吃的哈。那现在介绍这个那些凤爪养生素汤，其实这个今天大家都讲素的比较多哈，就这仔啊，你話食材是唔關，冇肉氣就做唔得，不用一些肉，不用排骨啦，雞肉啦，全部做得。就要用鳳爪啦、枸杞啦、當歸啦、粟米啦，你差不多2錢左右肉桂啊，肉桂啦，肉桂然後1錢香菇
做给它配料。全部咧约的吼，你嘛约的全部进口落较多啦吼。基本上伊约的像迄农产品用全部会晒糟的较多。所以古时候你来设计嘛呢，最后全部用约出来洗过啦。洗过才唔可以有嗰种诶，有啲人个沙里头。啲凤爪吼，凤爪一般来讲，你煮嘅嘛呢，一定要切开了吼。哦，你冇切开了，你买到啲凤爪切开，你煮1点钟，可能底杯还忙煮好，还好忙冇煮出来。所以凤爪一定要切开。切开，就欣赏讲，你就提醒上，其实伫幕下嘅时间就煮饭吼。你在家里很会煮饭，从冇切家煮，切家做得按用补。最后一个同大家来分享，真的是老少咸宜，就做得十全大补汤哦。一般来讲，你十全大补，实际上有。古时候爱用讲十全是中药的哈，其中你中药里有四君子汤，加四物汤。嘛讲四君子汤就是人参、茯苓、白葱、白术啦、甘草，然后当归、熟地、川穹，然后芍药，这8种，这8种加起来四物加四君就8针嘛，8针之后再加上黄芪、肉桂，加看过。强体跟肉桂就变十全大补，所以大概就是10种不同的药材。给老一般进斗哈，中医诊所啦，甚至连卖场都有卖这样的东西。哦，就一包拿出来，一贴拿出来就用贴包了哈，用贴包用姜嘛里的，都会煮。所以没必要用这些黑芝麻了，因为黑芝麻就是补肾嘛哈。在冬天来讲，当然吃黑的东西。其实对肾水比较有帮忙。真嘅，用糖起来，其实就像先生讲的，你就去诊所也可以买，就跟超级市场、大卖场都可以买到这种一包弄好的十全大补。所以糖友就挺有意思哦，因为十全大补汤感觉真的很空天，而且还可以放豆包、豆类制品，要轻饮用哈。按用吃一了就会吃到哇，好像整个冬天就变得比较有力气，较温暖。按用您感觉？还有乜嘅东西係大家有咧注意咧？還有乜嘅東西要做啲咧進步咧？大家先聊下吼，你等下就好好咧問下先生。讲到吃东西哈进补哦，你就知道何医师真的是一定是在家里会煮饭的人哦，所以很了解。提醒大家哦，做给凤粥给时间，当然我们要分很细啊，有食用的嘛，对不对？要把它切开，有时候籽还要挖掉。像先生讲的哈，不过讲到鸦片，其实讲到很甜、冷甜哈，我们还是有给他注意，就会睡某个时间，因为就像肉眼嘎冬天睡觉，其实睡觉时间很重要，对，或是说睡觉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对，比如讲有些。肉眼嘎早上起床的时候不能太快速就起来，基本上你中医讲哦，冬天来讲吼，较暗着，较早就要睡啦，较暗就要放起来。其实容易温度没有关系啦吼，以前像以前亲人嘅慢吼，以前你嘛还冇人啊，以前亲人嘅慢，因为就是放起来可能冬天可能10度以下。有哦。那个美国老人家一般人放起来，那个从温暖的被窝里面一起来。其实碰到这么冷的温度，很容易有问题。第一个，你血管就会收缩。你大家血管收缩，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脏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脑部有问题，第三个就胃有问题。再过来就是咳嗽啦，开始流鼻水啦，全部都会出现。所以基本上，我都建议有这样比如有过敏体质的小孩啦，你外套就应该备在旁边，起身就要穿外套。对，先把保暖做好，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录音阿讲吼，一周出门去运动了。其实运动最好还是你最好是日头出来，要不然日头像冬天日头差不多6点以后这样就出来，所以日头出来干嘛这样出去运动？第一，它抗运动。天气不暗冷，这也是比较好的养生方法。好贴心的提醒哦，先生讲，哎呦，你不要太晚、太早，因为晚一点比较看得到，因为外面很黑哦。不过就太敢讲一般来说，我们太敢会讲要早睡早起，其实某天抽会按用因，真紧会看规节很用没有两天的时间不要。就是要早睡晚起，早睡晚起。你也天天嘛要早睡早起，晚睡早起。唔你叫大家赖床哦，唔过轻重要给真紧啊，就是你红一来个时间旁边要摆一些东西。你真的有过敏的话，你可以有口罩啊。黑梦你就起来的时候，先在那个棉被里面先暖身一下，有没有？搓搓你的手，按用你红一来，这样不会一下就接触到很冷的空气哈。不过讲鸦片其实你在讲黑水某给时间，我们帮大家总整理一下。刚医生共都按抖我们这边有个冬季养生的要点。
第一个就刚才讲的嘛，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黑公你有过敏体质，起来的时候先搓搓手，对不对？身体暖一暖，好，外套先披着再起来，对不对？还有醒三公这很有意思要晒太阳。其实那个冬天晒日头，冬天的日头基本上没像热天按热了哈。因为晒太阳有好处，就是你晒日头，你的身体会产生像维他命 D3哈，会让你的那个钙质的吸收比较好，所以肉应该骨头让骨头会容易有骨质疏松啊。基本上做一些晒太阳，其实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哈。真的，然后喝温开水压黑有青豆给醒肠过，我们大家都得理解，你不要喝冰的嘛，哈，要你公其实也不要一下就喝很热的，所以温开水是好的。不过最后一个泡脚，刚才讲过，还有要避免激烈运动啊，这都是必要，因为有运动，像冬天来讲，你的骨关节都比较僵硬，所以还是要先做一些暖身运动，比如说你的关节活动，要出去做运动是比较好的。另外，当然要保持比较好的情绪，就是比较常发怒啦，暴怒会伤心。其实你会吗？你会暴怒要伤心？当然也会啊，但是还是要学习怎么样去控制它。最后一个，刚才用艾草煮水泡脚哈，用拿那么多艾草来讲，其实用温水，家里其实你洗完澡之后，用在面盆呢，去装个大概40到42度的水去泡脚，其实每天泡脚其实也是不错。你刚刚讲40到42度就会推满温产水给温泉的那个温度，其实那个温度其实。对养生其实不错。那其实当然泡温泉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啦，当然有的当然就比较幸福一点，就是他可以直接去泡温泉，像有些温泉区的老人家其实去泡温泉其实比较健康，蛮好的哈。黑公某白图修行常讲你这样去泡温泉有点距离，那就在家里用小盆子泡脚。其实真营寒流来的时候要很挺清凉的时间，这样子泡脚，其实睡觉前脚温温的也比较容易睡，按容易干不。而且讲了给大家知道的一些讯息，就是说，其实冬天不管任何时候，我们的头要冷，就头要冷清，就是不要常发怒，脚要暖，手脚要暖，其实这样对身体是好的。这感觉上也是一个人生哲理哈，头要冷，脚要热，就会按你干刚好。不过在这次冬天，其实提醒大家养生的要点。不过更多鸦片，其实大家常会觉得说，我们在冬天常常会听到中医师讲到39贴，对，现在还很流行39贴。39贴其实应该追溯到10几年前开始贴三伏贴开始。那三伏贴跟39贴其实两个对应嘛。三伏贴是夏天夏至的时候的附近，就是三伏天的贴。那39贴就是冬至的时候，那3个9日来贴。那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像上面写的一样，对，它跟那过敏比较有关系，过敏性疾病比较有关系，就是可以预防过敏性鼻炎啊、气喘啊，对，还有减少慢性的支气管炎的发作，还可以因为它是比较温热性的药物，给它药的本身就它捏的药会，只要贴在穴位上面。它基本上是可以用来调理比较虚寒的体质啊，相对来讲，它的末梢循环也会做一些改变，所以手脚比较不会那么冰冷。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应该现在慢慢有人在中医界有在做研究，就是它可以调节免疫力哈，然后来预防感冒，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比较平衡，不会太强，不会太弱这样。对，平常你看那边有讲到虚寒体质，黑公你不平常看个时间，你的身体是燥热体质，轻燥热的体质啊，做对用药嘛？燥热体质，假如说。照的非常奇怪，其实那一年是尽量是不要贴啦，就不要贴，不要贴。那我想医师会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已经满身都是痘子啊，连贴的部分都是皮肤发炎的很严重，当然你再去贴，可能就会更不舒服了。还有平常讲加强夏季三伏贴给好狗，就变成是2种相互搭配，错吗？所以。帮大家提醒一下，刚才讲了什么人不适合用39贴呢？其实这个跟三伏贴是一样的。第一个当然孕产妇啦，就是孕妇在前3个月，在孕期的前3个月是更不适合，因为孕期的前3个月其实相对的不稳定。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孕妇可能要小心。然后第二个刚才讲过，就像皮肤要过敏的人，他已经皮肤过敏，你再贴，因为它就会引起一些过敏类似过敏反应的东西就会有。然后贴肤有伤口的地方，
当然是不行，因为它就是从那个穴道那里进去，所以你有伤口一定不行。然后严重心肺功能不全的，譬如说他是一个心脏衰竭已经很严重的病人，或者是一个COPD 非常严重会喘的病人，你这样的刺激可能在还没有达到你预防效果的时候，它副作用先出来。好，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像急性感冒，譬如说你是发烧啦、骨节酸痛这种急性的这个流感发生的时候，其实也不太适合做啦。那其实应该是要先做所谓急性期的处理。一般来讲，我们在讲三伏贴给时节太感就有点类似是冬病夏治。不是说要3-9贴黑美亚，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台湾的过敏，基本上我都常讲发生了两个重要时节，一个叫清明节前后，第二个叫中秋节以后啦。所以这2个季节其实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那它其实对于所谓的过敏性疾病的这个患者，其实一个很大一个转变的一个方式。那3伏贴、3-9贴，基本上在这个比较所谓的极寒跟极热的这个时间去做一些预防。当然，3伏贴、3-9贴也要澄清说，不是贴了今年就会有效，基本上它就是要贴一段时间之后，你身体的免疫力调节。还有，也不要以为只有贴3伏贴就可以万事无忧，基本上你自己的养生还是要顾。你不要睡觉不睡觉哈，吃饭不吃饭，乱吃这样哦。所以不照你的正常时令来做生活，然后吃东西营养不均衡，然后没有好好保养身体，然后呢水母后，然后又没有运通胸型三公那你就说我去贴个3伏贴啊，身体就会好黑哦。对啊，这样子不会有效果。古说其实共益了就会说你天给时间黑3伏贴，2天给时间黑3-9贴，其实他讲的也是一种保养或者是一种调整体质跟预防。哎，我给工厂就不用你讲，如果有一些人真的是开始贴，可能贴个1年2年，然后自己也很养生，哎，用整体下来就发现，真的对于过敏的改善会很多。基本上3伏贴可能做的比较多研究，3伏贴有几位学者专家已经做过，在连续贴3年之后，它的这个过敏的这个改善率，就是发作的这个频率跟发作的时间，还有有效的降低，大概贴3年就会有大概有7-8成的防护力。有7-8成。其实在某些层面上来讲，其实对过敏的小孩来讲，其实中医药其实可以对这个做一番的贡献的。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哈。真给因为黑公你跟其实亚公司才把现在你早上你问一下你身边嘅朋友公面给你真给青豆，以前公面给你是给你可能13，不过亚可能是给你低度有50、60，有按用公面嘅问题哈。不过简单跟你同大家的分享就会讲，基本上有像现场来到亚片，就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些原理哈。寒天嘅时大家要注意嘛，该做啲适买东西，因为买该东西总得是。总得够量啊，有时候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哈。所以其实从线上讲的3-9贴呀吼，3伏贴呀吼，其实也是一种搭配使用。希望大家嘅收播动态哈，鼓手非常谢谢何医师感谢哈，有限会接来分享。尽量。感谢。好，听下啦，你嚟做认同了。